透過呢啲計劃可以接觸到即係同學仔，可以親身咁樣咧了解同埋理解究竟係我哋咁安全舒適嘅居住環境嘅背後，原來係有一班即係工程師啦，默默咁樣去做咗好多嘢，而你哋咧其實都可以成為其中嘅一份子嘅。都係我哋斜坡工程或者斜坡保養一個非常之緊要嘅嘢。太多雜草，你會積咗好多垃圾喺度。唔夠草又唔得喎。但係呢啲知識傳授咧，係造就咗同學仔嚟緊佢哋嘅生涯規劃。你哋播種工作咧，分分鐘造就咗未來嘅工程師啊，等等都唔定㗎，真係嚇。咁啊，我將來嘅工作其實都係 aim 向即係工程啊、建築呢一方面。呢一個計劃係十分之符合我到時嘅理想職業啦。用咗呢一個無人機嘅技術啦，咁去掃描個斜坡啦。咁我認為喺觀察呢個斜坡嘅過程咧，係可以令到我明白更加多嘅地理方面嘅知識啦，幫助我未來做呢一類型嘅工作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咁第一個關於呢一個斜坡改善嘅計劃啦，咁我哋就係實行呢個雨水收集系統嘅。咁首先咧，我哋會喺斜坡嘅下方安裝一個不鏽鋼嘅沖控網啦。咁佢嘅作用咧就係過濾一啲嘅落葉啊，同埋沙石呢啲大型嘅雜質。